讀馬竇福音第1章16至24節。雅各伯生若瑟，若瑟係瑪利亞嘅丈夫，瑪利亞生耶穌，佢被稱為基督。耶穌基督嘅誕生係咁樣嘅，佢嘅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俾若瑟，但係喺佢哋一齊居住之前，瑪利亞因聖神而懷孕，並已經顯示出嚟。佢嘅丈夫若瑟係一個正義嘅人，佢唔願意敗壞佢嘅名聲，就打算靜靜咁休咗佢。若瑟正喺度思慮呢件事嘅時候，上主嘅天使喺夢中顯現，對佢咁講：達味嘅子孫若瑟，唔好害怕娶瑪利亞為你嘅妻子，因為佢係因聖神而懷孕嘅。佢要生一個兒子，你要幫佢起名叫耶穌，因為佢係要幫自己嘅民族從罪惡中拯救出嚟。呢一切嘅發生係要應驗上主藉先知所講嘅話。若瑟醒來，就照上主天使所吩咐嘅做啦，迎娶咗佢嘅妻子。福音反省。當我哋慶祝聖若瑟節日嘅時候，福音就邀請我哋反思聖若瑟喺耶穌嬰兒時期嘅故事裏邊所扮演嘅隱密而重要嘅角色。佢個故事唔單止係過去嘅故事，而係活生生嘅例子，講明信心、慈悲同對天主嘅信靠點樣改變我哋今日嘅生活。聖若瑟嘅旅程係一個人面對危機同唔確定嘅旅程。當面臨瑪利亞懷孕嘅意外消息嘅時候，佢嘅信仰團體嘅規則會要求佢去揭露瑪利亞，使瑪利亞嘅生命處於危險裏邊。但係若瑟嘅正直並冇僵化又或者嚴苛，佢傾聽天主嘅聲音，讓慈悲引導佢嘅決定。聖若瑟教導我哋，基督徒嘅聖召唔單止係遵守規矩，而係要保護生命，並且以愛同他人同行，尤其是係喺他人脆弱嘅時刻。教宗方濟各喺佢關於聖若瑟嘅教理裏邊提醒我哋，天主將佢最珍貴嘅嘢，就係耶穌同瑪利亞交託喺若瑟嘅手裏邊。今日天主邀請我哋每個人喺家庭、喺團體同教會裏邊成為生命嘅守護者。我哋被呼召彼此關懷，陪伴有需要嘅人，並且喺任何生命脆弱嘅地方培育生命。若瑟嘅一生亦都提醒我哋喺家庭裏邊傳遞信仰嘅重要性。簡單嘅日常行為，譬如一齊嚟去祈禱，全家一齊去參加彌撒，又或者為我哋嘅仔女祝福，都能夠播下信仰嘅種子。有朝一日會喺仔女嘅生命裏邊結出果實。身為希望嘅朝聖者，就讓我哋仰望若瑟成為我哋嘅模範同保護者。願我哋將我哋自己、我哋嘅家庭同教會託付俾佢嘅愛護，請求佢喺我哋每一日尋找耶穌嘅過程裏邊引導我哋去找若瑟。就讓佢教導我哋點樣喺信仰裏邊前行，守護生命，並且活喺天主恆常嘅同在裏邊。聖若瑟，請為我們祈禱。